高雄的轻便铁路伫顶个月底有一台车进站煞拢无停，司机员发现路北区驶转去月台。高雄捷运公司是表示讲，是因为这个司机员雄忘神，所以无停车，嘛已经有处罚，嘛向乘客来回失礼。 无简单等着轻铁列车煞到站无要停，驶到前方路口才停落来，互准备坐车的民众真戆面，因为车停的位置伫咧十字路口，一度使得当地交通混乱。事后发现，原本列车爱停伫树德加上站，所以因为司机员受代志失神，等甲驶过站才发现。 本案系3月29号早上9点17分，高雄轻轨的司机员驾驶轻轨列车到C29树德加商站时，发生人为疏失。 以致造成列车于树德加商站过站不停。高捷证实，这状况发生伫顶个月底，当时司机员发现出错了后，倒车转来月台，才互民众上下车，已经定出这名员工的疏失。我会蛮生气的啦，因为会觉得我要搭车，可能影响到我的时间之类的。我拍一定会当到的呀，应该是都可以理解啦。有时候我们工作上也是会有疏失，但又不是常常这样，我觉得还可以啦。 点火现场，树德加上站二行2站会先撞到车流量较大的十字路口，当时轻铁一度停伫路边，确实可能导致交通混乱。高捷强调，轻铁列车专程爱手动驾驶，而且需要持续持一个安全的价值，确认司机员是失神，毋是拄久，造成民众不便，还佫影响交通，真失礼。会加强这名司机员的专业训练，还佫考核。公司新闻王立婷、明昭宽各样报道。